地表历正出名的景点龙亭长桥，因为对日本时代到今拢无修复过，经过风吹日晒，也个几落届地动，为着要避免这结构恶化，表历县政府当咧做加强固定工程。不过这更加加红砖啊色的这个绝壁桥，配起来色水介常怪怪，也引起民众议论。苗栗的景点龙亭长桥是苗栗县县定古迹，多年来经过地震甲风灾结构受损，为着避免继续恶化，县政府最近发包加固工程，想不到煞变成这个模样，引起批评。结构也要像相近的结构，选择材料也要相近的材料，这是我们文字法法律的规定，全部没有像达到指标。有民众认为用金属架啊固定，甲这座红砖砌的绝美长桥是真无适合，失去古迹的风貌。到底古迹修复甲补强有啥物美角？你看到这一边，就是因为腐烂很严重，全部都更换成新的。专业的古迹修复团队表示，古迹的修缮除了补强、维持安全性以外，外观的协调性也真重要。我们基本上表面会按照一个现况，比如说你红砖，那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类似一个烤漆，接近它的颜色，就可以融入到红砖的颜色。古迹修复是真专业，安怎维持原本的模样，保存美感，也是修复团队施工的一大挑战。面对龙亭长桥的争议，苗栗县政府回应，因为长桥为日本时代到今拢无修复过，为了防止大面积的崩塌，才启动文书保存维护机制。目前外部的加强是阶段性的做法，完工了后也会成品污擦，看起来较自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